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2天，你除了关心到国会内面敢若是乱糟糟以外，你敢有关心到咱台湾头家人发生的代志？这个停车场的头顶起来去做商场，做甲家人饲草是个噗噗。可是换抢外加警察市场来烧火，到底是谁是非？关于到行政甲司法的权力，今仔日咱来科普。来首先小解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国国民党家人市议员那敏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2位民主进步党家人市议员张志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3位嘛是律师蔡警官，主持人安，大家好。那么首先，和观众朋友来回顾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家人的当花广场的争议是安怎？因为即马继续完未煞，前家人市长即马的内政部部长林佑昌就批评现今的市长谢国良，讲到即只金鸡母重新招商是属价互人，但是谢市长20号的时阵来出面解说，强调出租的利润一年是赚超过6000万。那么21号佫开到记者会来表示，绝对袂出卖到家人慈善。家人市府表出东华广场产权争议要持续咧拖，转变做前后任市长的交锋。谢国良19去立法院举行记者会，指控前家人市长，也就是内政部长林佑昌，无登记广场2楼至4楼产权的做法有争议。19暗时佫开直播，持续批评林佑昌伫市长的任内做出对市民不利、对伊有利的代志。20佫一届亲身出面，佫一届批评林佑昌。总额是6775万，大家就很清楚了，根本不是1500万。假如真的我只有给厂商1500万1年的租金的话，我今天写好遗书，我明天就去切腹。我们绝不会像林佑昌这样子放任着产权模糊。谢国良主张讲，包括固定权利金、变动权利金、土地租金，还有媒体通路回归，一年的利润绝对超过6000万，叫立业唔通恶意攻击。因那林佑昌去立法院质询，批评谢国良开直播黑白底，假做家人市长有淡薄仔失格，嘛批评讲固定权利金都是1500万，谢国良莫甲变动权利金等等也无食的物件，讲做一回，安尼敢若会愈背愈袂清。有民众看到都觉得说，这个谢国良市长是不是疯了？是喝醉酒了，还是嗑药拉 K？ 身为一个基隆市的市长这样子真的是有一点失格。针对这点，谢国良回应讲，伊是受到委屈，想要小套尔，除了拿着交锋，事件的主角是 Innet 已经向家人地方法院提告，要透过司法来厘清争议。监察院跟基隆地方法院同时都发文给基隆市政府，要求他们针对纳入非属于公有的这个产权的这个争议，要先提出说明，让法院、让监察院来去做调查跟判断。另外，内特嘛质疑迄当阵的点交违法，对谢国良、交通处长王俊宏、甲执行的环境等人提告违反强制罪、侵入主体罪、甲强盗罪。家人地检署已经分他2案，甲谢国良等人来做是被告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咱头早节目一开始咱就先甲观众朋友来宣布咱这节目无亲像一般的政论节目是要来玩家，咱是要互大家来了解一个物件，叫做政府如何为着人民在市面上会当经营的物件互民间来参与叫做促进参与条例。什么叫做 RO？ 什么叫做 OT？ROT 这种物件头一个。第2个是讲一般的民众在印象上当中，市政府用这个公权力去甲破门而入，这件代志引起了大家注目，所以咱来对这项代志先讲起到底市政府
会当有这种权力来做这款代志无？吼啊，先看讲这个争议在哪里吼？2月1号的透明吼，动用行政权对着一般的民事纠纷做着强制破坏以及接管。这个 NET 提出了谴责，已经提出提告，吼，这是。但是市政府这边是强调讲，我拥有着商场的所有权，我无刑事的责任，我本来我就有这个所有权，所以我想要入去，我就会使入去，无强迫，吼，嘛无胁迫，是，吼，这是头一个。那么一般吼，观众朋友若真济拢用这个比喻啦，讲厝头甲这个厝骹。厝头要请这厝骹要离开的时候，嘛要叫管区的，吼，啊叫这个法院的这执行，有诶啊，搁要发这个尊敬信函，教堂啊来动用。啊，我想要请教的吼，同款嘛，法律系毕业的拿去玩吼。你认为这个正当性在哪里？讲互咱观众朋友听。好，针对朱启廷这个问题吼，我。而且甲大家报告哦，以我的法学素养哦，市政府啊一定是依法行政啊，依什么法？你拄啊讲到一个重点，到底这个商场这边的主权是什么人？才是重点嘛。如果四月国良市长讲的是对，这个产权本来就是契约到期要移转给市政府，在法律上它就是市政府的产权啊。那我们依法行政有什么不对？那要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咱应该先把这个责任厘清啊。我今仔日特别吼。甲市政府调2份资料，这是林右昌市长任内吼，甲这个出仓案标出去了，甲大日停车场吼拍的 K 哦。哎，先停一下，观众朋友可能有诶无了解，我毋是看 net， 哪个走来这个代志？对。我先甲观众朋友讲者，因为事实上吼，这整个物件就是停车场顶头由 net 去起到2楼、3楼、4楼，所以签约的主体。哦，甲市政府签约的是第2停车场，哦，来请继续。咱先吼，甲基隆市政府甲这个大日停车场，甲 NET 这3方的关系、法律关系讲好清楚，再来讨论吼。林右昌当初推出仓案得标的厂商是大日停车场，所以这是市政府甲大日停车场拍的哦。这内底写甲清清楚楚，这是种依处参法，这个是政府的公文件，不可能去修改的哈。内底嘛写甲真清楚哈。我简单甲大家报告哈。三每个做处参法，不管你是处参法当然有真侪种方式嘛，不管你是这个 BOT、ROT 还是 OT， 伊的精神都是营运到期的时候。所有的建物所有权跟经营权都要回转给政府，这是 BOT 的精神，这是法律的要件，谁都毋庸置疑的咱即嘛是基隆市政府出土地，出一间1楼的建筑物，工地标出去，但是尾啊呢，咱同意予伊去增建，这个就变成 OT 变成 ROT 啊，那这个部分我们过去有讨论过，我们也尊重财政部的解释。不要去来追究责任。那大日停车场我简单咧讲啦东岸停车场是大日停车场标到的，市政府该签约。然后呢，这个大日停车场佮把1楼商场的经营权再租给 NET， 这是大日停车场跟 NET 公司所签的私人契约这边写得很清楚出租人是大日开发，承租人是主务商场这真清楚。出租人是大日，承租人是 NET， 主务商场就是 NET 啦所以你这真清楚。基隆市政府你的法律上、你的契约上，跟 NET 没有直接关系这是第一条。来，既然阮跟 NET 无关呢，阮跟这个大日停车场契约到期了，我当然要收回来这个叫依法行政。那么为什么我们2月1号一定要强行去点收？是啊，当然感觉真奇怪。阮的新的出仓案，跟人拍 K 有2月1号要完成点交但是如果市政府2月1号没有去点交租金，那就违约啦。议员，我请教一下这新厝卡应该是新厝卡出面去叫法院来讲，法院伊无爱走啦，你就要应该新厝卡去叫法院来讲，拜托，互我来执行。
照你讲，应该是以我所了解的法律，我讲敢唔对？既然进入诉讼，要烧过啊，就讲证据、讲法度，这就无法讲情理啊吼。啊，照你讲，无啦，议员我的意思是讲。那是一般的这个定数，是公款的，你写得真明啦吼。是啊。这个甲方啊、乙方拢真清楚啊。啊，新的这个乙方已经出现了嘛。啊，新的乙方应该伊家己要徛出来，该主张讲这是我的，啊，我请法院来摕到我这个新的契约讲，拜托的，法院你得做公亲哦，啊，互我来入去，那会变做市政府来替伊来入去呢？市政府主张的就是他。要保障促参法的精神嘛，咱人标的啊，契约拍的是2月1号要点交给新的契约主，哦啊，我们2月1号依法就是要点交给这个微风嘛，哈啊，这进前照规定啦吼，我甲这个大日开发公司，就你他拢甲我看，不是，时间到应该要还嘛，对，这契约拢写甲足清楚的吼，照你讲啊 ，NET。这个大日停车场，它没有签到续约的时候，它就自动啊跟这个 NET 啊解约，这内底冇下，这免编啦。所以基本是 NET 它可能跟这个大日停车场之间，他们之前的合作关系怎么讲的，我们不知道。好，在法律上，我们市政府也无法介入嘛。啊，伊唔照的时阵就造成那里困扰啊，我们也有给他时间啊，可是。2月要强制要点交的时候，大日停车场是有在场的哦。甲乙关系是市政府对大日。好，那照理讲 ，NET 没有啊，新的乙方无去。无去。这我嘛是想袂了，你小等吼，因为我有你2倍的时间吼，我因为这2种吼来，中议员。新的乙方有去。哦，可能拿议员的资讯，抑个无到迄个，因为上新的新的一方也有去啊，大概差不多10分钟吼，你社市长佫开一个直播，因在咧讲迄暗现场佫有一寡，我迄天我嘛有去嘛，所以我看到现场真侪拢是穿乌衫的，然后让我做黑衣人啊，社市长迄边他拄来迄个直播就讲，毋是，这个人合作微风的。接管人员，所以讲有一方是毋对乙方对嘛？他都讲有有有地的啦，然后因伫遐，只是讲真拄好，讲这3更半暝大家拢穿乌的，所以我就就是讲因应该无当穿乌的应该嘛对合作黑衣人应该无毋对啦吼。但是他拄啊这个男议员所讲的吼，我感觉就是讲其中确实有影都有一趴啦，因为今日早起社市长。嘛，搁开一个记者会，而且因搁讲起另外一件，就讲 NET 甲台北市政府之间，之前嘛有一寡法律上的纠纷。这法律上的纠纷，台北市政府的处理的方法是啥？因就是看法院安怎判，法院的命令落来，法院的这执行落来了后，要安怎行，才安怎行。台北市政府迄当阵是郭文德。市长咧做市长的时阵，伊嘛无动用警察权，去共破门啦，去共迄个叫做你有同意男议员所讲你合约顶头何婷讲明白纸黑字。那准讲，这若是讲会过，是安怎？台北发生伫台北市的人，就乖乖听法院的命令了后，才做下一步的行动。这咱一个法治国家本地就是安尼。你若准讲好。甲方认为讲这厝我的，乙方认为讲这厝我的，这个时阵，咱外人咱当然唔知影讲到底这是你的还伊的嘛。所以因两边即摆伫咧官司当中的时阵，当然就是互法院去判，法院讲是杀人，法院讲杀人有理，咱了后才照这法院来去行嘛。所以讲，家人市政府即摆这犯着上大的错误，就是讲伊将家己当作是法院啊。这应该是法院来去判，法院讲这是伊的，这是伊的；法院讲是你的，一定是你的。但是你既然是你两个纠纷当中的双方的其中一方的时阵，这个时阵你就要听法院的较对，你就家己因为你是市长，你有法度去叫这警察来，这分局长嘛唔敢甲你威控，你叫伊讲啥，伊就爱讲啥。伊即马因人就是做市长，人就是大个。你若是用这个方法来去做，
那安尼，咱需要法院要创啥？法院的功能就是去解决，无论是行政还是立法，有出现纠纷的时阵，这司法权都要出来替大家解决。判决啥人是对的，啥人是唔对的。即在这个民事的纠纷内底，嘛是同款意思啊。伊就因为吼，今仔人数的关系，我必须要甲观众啊说明吼。咱本来有邀请到这个咱基隆市政府的委托律师吼、简律师吼来到现场，但是无用我都来啦吼。啊，所以呢，这我特别有时间吼，我拿议员吼有2倍的时间吼。啊，所以我必须要切到啊，互咱的蔡律师吼来讲你的意见，来蔡律师。大拄啊，那议员嘛有讲到讲，市府是和这个大日公司订这个 OT 契约啦，吼。啊，Net 公司是咱的协力厂商。啊，伊个摕到讲大日和这个 Net 有这个租约。啊，大家有发现一件代志无？不管是市府和大日的契约，还是大日和 Net 的契约，拢是民事的契约。啊，民事的对啊，啊，民事的咱拄着争议，就像咱私人共款，只是有一方伊外表是一个市政府啦，啊，毋过伊的本质就是一个司法、一个民事的契约。啊，即马拄着争议的时阵，咱要应该安怎处理？一般人会安怎处理？就是去甲法院讲嘛，讲即马有一个诉讼啊，啊，事实上，Net 嘛有提出相关的诉讼啊嘛，咱对媒体报道拢知影，市政府嘛知影嘛，所以。市长进前拢安怎讲？一切交由司法处理嘛，和法院来判断嘛。这是2月1号进前拢安尼讲啊。2月1号做啥物代志？但是蔡律师，我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吼。其实这项代志吼，对着代志丧失掉这个停车场的这作用吼，应该我所了解，敢若去年的9月份还是，就迄阵时就知影嘛。对，吼，应该是迄阵9月底。应该是因的会议是9月25嘛。嘿啊，10月左右应该都拢知影嘛。然后代理公司这个部分，伫相关的诉讼中，我嘛有听到讲，因有去提诉愿啦，就是因针对无法度优先续约这件代志。好，所以照你讲，市政府在10月份应该就知影讲，哦，这个代志安尼不到安尼，我应该好好啊来处理嘛。但是迄阵时到底做了什么代志？市政府在10月份一直到2月进前，有顺时咧处理什么？我来请教哪议员？还是讲我不管，反正时间到了，我就是以这个。契约，我就来处理，该破门就破门，该赶走就赶走。我反正我白纸黑字的。应该安尼讲啦吼，这个咱是民主社会嘛。是啊。依法行政是所有公务人员，包括我民意代表要去遵循的嘛。依法行政嘛。那你若要质疑讲2月1号吼啊，这个强势。我请教一下，你讲的依法行政吼，是依司法行政，还是依行政法来行政？并行吧，并用吧。应该拢爱嘛，你都要用一般的案例甲这个案例来比较吼，是袂使类比啦。无共款的情形嘛。对。你民间的诉讼，迄产权真清楚啊，要修改真清楚啊。问题是即嘛？这个工厂跟产权不明啊，其实对政府产权不明，政府啊，的立场真清楚。我相信议员以上的层级、律师的层级、读法律系拢知影，促参案呐，不管你什么促参案，时间到啊，建物的所有权就是政府的嘛，这就是常识啊。那民间不懂没有关系啊，我们透过这个节目让大家懂。那谢国良这一次啊。为什么？我跟你讲，今仔日 NET 脑续约得标就没有这个问题，对不对？不一定哦。不是来，我这个伊家己讲袂使哦。我就要继续。你今仔日要讨论这个议题吼，你即马用切这个问题来会失焦。你有我一点仔时间，伊头讲到尾。我用2倍时间互你咧。其实吼，这个是好，这个促参案是对家人来讲是。真单纯的代志，嘛是真成功的代志，因为我们基隆市好不容易啊，透过促参案吸引到微风这么大的集团来给人投资，这是给人有史以来上大的投资案。微风的品质实力，大家有目共睹。我希望讲微风集团进驻之后啊，能够做得比 NET
林右昌市长任内出案更成功嘛，这是大家共同目标嘛。好，真简单。林右昌推动这个促商案，我拢给支持，给肯定，开始比较早张通龙市长就较好，这家人市民拢会认同。但是啊，本来真单纯的代志，结果呢，发生问题是完了问题出在哪里知道吗？因为 NET 啊，因为他没有续到约啦，他就开始主张他的私权了。这几个权利，那么要给尊重，那你就走法律途径嘛，好。那我想法院也很清楚嘛，这个产权一定是市政府的，你告市政府可能不会成立嘛。那我说怎样 ，NET 嘛提了3次的假处分嘛，法院都没有受理嘛。我想法官嘛真清楚啊，这产权一定是属于政府的嘛，怎么可能是随民间业者呢？吼啊，所以讲这个问题就是讲 NET 它跟这个大日停车场都要讲嘛，你该租呀，你别个市政府租呀，你别再对市政府主张这主权啊。这个权利我们很清楚，这是属于市政府的嘛。我想每个议员都不会去反对我的讲法，真歹势 ，NET 以民间企业被主张也权益受损，那就走民事诉讼，他已经告市政府了。那当然，谢国良市长共同力啊，要尊重法院判决啊。那法院未来如果判决了，有2种状况嘛，真的是会判给 NET， 那对基隆市政府来讲就是很大的财产损失，我们一定要追究前政府的渎职的责任，因为你没有在法定的契约内啊，把那个建物的产权移转给基隆市政府，这是促参法规定嘛？你怎么没有在契约完成之前、续约之前，你去把这个产权登记回给基隆市政府？但是迄阵是应该是5年来，你有要讲我了？来，你要讲 K， 咱就为 K 来讲。这个 K 就简单的5+3+2。是啊，林右昌市长主持的这个促商案是跟大日停车场分3次签约，第1次5年，那么会有2次啊可以优先租，就是一该3年，一该2年。NET 的部分啊，5+3的部分它已经完成了，因为这个都是在林右昌市长任内。好，照例讲啊。谢国良市长是可以把这个促商案再多给他2年，对不对？这上单纯嘛。好，重点来了，为什么谢国良市长没有给 NET 最后那2年的续约？因为 NET 不是给那个大日呢，大日出大事啦！各位观众朋友，去年的7月份，大日停车场涉及贪污弊案，他的负责人已经被收押了。这个时阵是林右昌做起定哦，大日停车场在去年去标我们另外一个停车场的案子，结果爆发弊案，有3个公务人员涉案，这个是中国时报的新闻，大家上网看一下就知道了，是因为这个原因，谢政府送信，他已经被收押了，你怎么跟他签约？所以以送信的属约的这主件，很明文规定啦。你企业负责人涉及刑案，你就不能够去参加公共工程的投标嘛？这是促参法的规定嘛？所以讲，大日停车场的负责人去年8月被收押了，因为他涉及基隆市政府信乐停车场的弊案，这新闻报较大啊。所以因为呢，谢国良市长就没有再跟他续第3次的合约那2年嘛？那没有跟他续怎么办？就时间到就解约了嘛？解约之后，当然依法处理，他要赶快去进行新的促商案嘛。所以是这个理由，可以送信不是讲咱来去执行林右昌的政策嘛，不是这样子嘛。这问题在这边呢，很清楚了吧？谢国良接下来就赶快办，因为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嘛。那大日就要赶快跟市政府做这些清偿的动作啊。可是这个时候。NET 就跳出来主张他的产权啊，那这个问题在市长任内没有把这个产权移转，依规定是要完成。你希望讲到2项代志啦，一个就是伊送失了这个属约的这个主件，一个是伊这个主张这个产权的问题嘛，那我先请张议员甲蔡律师来讲，关于到大日送失到这个属约的这个主件，到底是恁的认知，或者是恁发现的这个事实是啥物？这个法律的问题，我想和蔡律师来蔡律师来讲，嘿。他拄仔议员讲到讲市政府是因为讲咱这个大日公司涉及弊案嘛，
啊，所以无法度优先续约嘛。啊，我请问，去年9月25，就是这个续约会议会进行，理由是啥物？完全无讲到弊案的问题。你有迄个会议记录吗？对，到时阵若有需要，咱才提供。迄个会议记录内底，主要是写讲，台力公司无法度承诺这个2到4楼产权登记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阵是毋是知影那3款可能就是大致无法度移转这个3款，无法度登记这个3款。所以伊敢有讲到讲有大日公司涉及弊案，所以无法度互你优先续约。对头到尾拢无讲到这个问题。啊，我毋知为虾米到后壁的时阵，市长出来讲是拢讲弊案。啊，咱就回到弊案来讲，迄个弊案是伫2022年的8月份，伊新闻应该嘛是这个时间啦。然后尾仔发生啥物代志？到2022年迄当诶绩效评估大日通过，2023年现任市长任内绩效评估大日通过啊，大日咱就回到契约讲，大日含即个市政府伊的优先续约条件上重要的就是讲，咱契约前2档的绩效评估拢爱通过，这就是你会当优先续约的条件。啊，所以我即马有一点看无啦，看无讲为虾米即个契约讲的含尾仔市政府出来讲弊案的，这内容甲像拢矛盾无冲。你睇这我听有吼，啊，但是他拄即个市政府所讲，因为你台日停车场经营业者，你并无在一定的时间做这3款的转移，但是这个停车场伊就明知影讲，啊，这就是net 迄阵时起的，若是要财产要转移，应该是你市政府甲伊2个人来讲啊，啊，我是要安怎来创？但我听无，敢有可能法律上敢有可能安尼创？因为应该是讲迄个会议内头其实无互通知参加啦，所以其实阮是到后壁看到资料才知影安尼啦，才知影讲哦，原来是因为3款的问题啦。啊，事实上迄阵若是市政府知影，是不是应该？迄阵时呢就无去用通知来参加。对，迄个续约会议的时阵，内头是无互通知爱参加。啊，但是因为佫关系到讲必须爱甲伊的3款转移，啊，市政府也无甲通知。无，对头到尾拢无。我感觉有一个上适合的做法，是毋是？迄阵就应该爱出来，迄阵知影有问题嘛。3甲做伙大家来讲。对啊。因为是9月份，我先和张议员讲者，啊，再来拿议员来讲。嘿，其实吼，咱若是吼，从这种细节内底，从缩白掉吼，咱大家观众朋友可能嘛看会感觉会。简单做一个结论，就是即摆市政府讲，本地大日开发。无法度继续续约，是因为 A 原因。啊，即马内台这边的律师有讲啊，迄当阵开会资料内底，加人市政府讲伊袂让续约原因是 B 原因，所以表示谢市长即马所讲的，甲迄阵决定无要互因续约原因是2个无共的原因。啊，这表示啥？这在我来看起来就是，啊，你就已经自由行政，你心内就是无爱互伊续约啊。所以迄阵你找一个理由，啊，了后你搁找另外一个理由，总是有你的理由，百种的理由，总是你的结论就是你先结论先写好啊，我就是无爱互伊续约。啊，原因是啥？咱写一个问号。啊，但是在我来看，他拄这个时间序落来就是安尼嘛。迄阵讲的原因，甲了后即马开记者会，即马咧直播所讲的原因，2个完全无共款嘛。一个是因为有一寡产权的问题啦，啥啦，迄就是1%嘛。啊，另外1%是讲哦，你有涉及弊案，你有啥回，这另外1%，这是触产法啦，哦，袂当有无迄资格。这2个拢是听起来不离正当的理由，无毋对。但是迄阵用一个理由，了后搁用另外一个理由，安尼互听起来就是认为。啊，你就是为头到尾拢咧找理由嘛，你就是存办就是无爱互人续约这样嘛，毋才安尼。
所以在我听下来是安尼啦。是，来哪一个啊？我接张议员甲蔡律师的话来讲啦吼，恁拄仔家己讲的吼，大日也好 ，NET 也好，他的评鉴谢国良市长还是给他评鉴优良，这表示啥？谢国良真正派真公正嘛，对不对？我也去修理人家啊，哦，这是一回事。那我不跟他续约啊，市政府当时是用，哦，他违反无法财产移转的这一条，光这一条就够了啦。那为什么？这个是什么红镜头？这就是迄个啊，我今晚大家看，这就是市长甲大致停车场的契约，契约内底真清楚，哦，针对这个资产的转移，7天内啊，就爱完成转移啊啦，这就是契约啊。大家用契约来讲哦，卖想到啥讲啥，依法行政啊，市长就是依这个契约来执行嘛，哦，啊，拄只讲这个。我拄仔在讲这个，因有弊案嘛，是伊无法度盖续的原因嘛。这一方面是出厂法规定，他涉案的被收押。中议员的意思是讲，在这个会议当中，无提到这个理由来做理由。我知我今晚要讲，哈，在我看法啦，市长吼业者民主嘛，我甲你逼这要创啥？今仔日是互大家市长讲要依法行政，啊，讲互民主，啊，这是私德的问题嘛。啊！我即马讲出来，啊，这公共利益呢？啊对啊，你涉弊案是另外一个代志啊。涉及弊案，迄嘛是公开资料，迄新闻嘛有看啦，是公无通。不要紧，这我的看法啦。你认为讲这伊的条件无同，但我的看法是市长可能人主嘛，啊，把这个物件卖讲出来吼，互人业者比较民主的，这我个人看法啦。啊，以上补充介绍。好，这就是市长互伊民主，但是市长想要无互伊民主啊，嘛是同伊对。无啊，解约无嘛是铲倒瓜切五角啊。光这个没有完成这个财产的移转，他就违约就可以执行了啦。议员，我这个我是爱请你甲阮去了解一下，就是讲依法行政。法是法律的法，中华民国法律啦，中华民国法律，但是中华民国的法律，应该是爱去透过着法院来认证，才会来强制执行吧。唔是，咱即嘛是你讲为啥无解？议员你嘛是法律系毕业的啊。要强制执行，搁另外一个代志。啊，强制执行的话，即嘛回答你。哈哦，你这强制执行，搁讲到2月1号强势，你个代志啊吧？哈，是不是呢？你又把这个议题跳掉啊？无你讲依法行政嘛？我讲哦，咱即嘛你讨论就是讲为什么无搁甲伊续约啦？啊，原因就是2条嘛，一条就是伊无法度照契约做产权的移转，搁一条就是涉及弊案被收押啦。哈，啊，就足清楚啊。这当然观众朋友头有接收到。嘿，过来，啊，你即嘛新的问题是哪？无新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讲。依法行政啦，到底这个法是法律的法吧？当然啦。啊，但是中华民国法律应该是讲，你若是有纠纷，尤其是民事之间的纠纷，应该是透过法院来认证了，再来采取行动嘛，对嘛？对哦，啊，你今嘛听我讲，起码最大的问题症结在于产权之争嘛，对 NET 来讲，伊认为讲，增建的部分属于私人产权。但对家人市长来讲，我是议员啊，我相信无一个议员敢主张讲，迄是 NET 的财产。啊，对市长来讲，对议会来讲，这财产就咱的啊。啊，你要告是你的自由，我袂得跟你歪告啊。是啊。要告嘛，讲叫大日来甲我告。你看，因为我是跟大日签约的呢。其实这个产权之争啊，应该是属于 NET 你是去甲大日开发。做迄个商场的范围经营的，啊，你那讲我们哪会知？你是民间企业合作契约，你们讲我不知道。那产生纠纷的，你还是要到法院解决啊。你现在是从契约上、从法律上，NET起诉无关系。你他讲得真对啊，产生纠纷应该去法院内面解决啦。啊，问题是市长甲 NET 就无关系啊，你要告我啥啦？唔是，我的意思讲应该去法院内面解决，那会讲？啊，对啊。市政府迄当阵市政府迄当阵讲，无爱和大日续约原因是因为3款的移转无完成，对不？这是即马就是讲，即马拿议员意思就是讲，有2个理由，一个是3款无处理，另外一个是涉及弊案，2个好。啊，意思就是啥？意思就是讲，谢国良市长迄当阵
伫个大日无爱互伊续约的时阵，伊就知影遮个产权有纠纷啊。所以伊当阵就知影，伊迄阵就知影讲，这个产权有问题哦，吼，无处理又好哦。你因为你这无处理又好，我不会互伊续约。安尼什么意思？安尼就是意思，就是伊本地就知影遮个产权有法律上的疑虑嘛。所以了后，伊无论是了后伊做各种的作为，甲2月初1迄暗做的遮个强制点交，拢是在伊早就知影遮有一个产权的纠纷，产权的纠纷的状况下，伊才去执行的嘛。这有真大的，这美角真要紧哦，因为社市长过去这几工的这个直播也好，这记者会内底也好，拢一直强调讲。伊本地拢唔知影有遮个代志，伊本地拢唔知，本地唔知。其实伊早就知影，有 net， 伊早就知影，伊这都是因为知影，唔知迄当阵咧无要互大日续约，因为你产权无处理又好啊，我当然嘛知影这些啊，佮包括着进前的一寡这脏的新闻嘛有出来，就是社市长本地还无选调市长进前，迄当阵伊还阁是一个企业家的时阵，伊就以企业家的身份吼。去找过内头的老头家嘛，即内头因迄边刊报纸、刊广告出来讲的嘛。讲啥物？就是迄当阵就是讲社国量诶，即个后即个董事长吼，伊要因迄个希望内头甲即马商场内底一个店面改约。吼，因为本地即个店面是叫做汤姆熊，伫咧红即个生囡仔的即个家企的，所以因为小可能因嘛有做这啦，因就是做另外叫做汤姆士小火车，要嘛因嘛想要伫咧商场内底有一个店面，迄阵时就知影。对，伊爱迄个店面，即马是人内头已经签互别人用啊，所以内头甲伊拒绝，因为。我都因甲人已经有约束噶嘛，所以我袂使安尼甲伊改约要互利所以迄个时阵，这代志都无有去啊，吼，都无继续了后社市长佫转来选调市长了后，佫来处理这个代志。我是讲了后，伊要安怎讲秋后算账好啥，迄拢是阮家己的这个政治的解读啦。但是我只是讲，这就表示讲社市长准开始，而且是几落年前。伊就真了解东华商场所有内底，包括内头的角色是啥，包括产权的问题，包括了后大日开发的这个产权的问题，伊是一清二楚。所以伊了后，佫计讲，伊毋知影这，伊毋知影迄，所以伊就叫安尼，伊就叫安尼伊这毋知，伊这无，伊拢知。法律上这个真要紧，就是因为。你若是伫咧你毋知影状况下做诶决定，当然这可能伊诶判断就无共，法官诶这判决就无共。但是你若是明明知影这个代志有法律上诶问题，有法律上诶纠纷，你也等甲法院判决了后，你才会当做下一步诶决定诶时阵，你就雄吼真赶紧要来想要将这个代志牵入，当然你就会出问题嘛。我相信社市长并毋是。讲真正讲要践踏司法，可能无这个心啦。我想啦，我较善意、较善良去解读的，伊可能无迄个心，但是伊可能因过去咧商界这个作为，可能定袂去想遐济，袂去想到讲你做一个政治的人物，你搁做一个地方的首长，你爱做，你毋是干那去想讲你爱照顾你。边仔的人，你要照顾你的好朋友，你袂当干安尼想尔，你嘛爱想着讲，投互你的人，互你伫咧家人市大的人，所有的包括各行各业，拢是你的市民，所以你袂使干那看一下。这议员你家己会想啦吼。我爱转来到这法律的事实哦，请抓律师，小等再请哪议员来回应，来抓律师。大家拢有讲到咱这个进前。大日公司和这个市政府签的契约，就是一个 OT 契约啦，吼。OT 契约是啥物内容？就是民间咱的一般的厂商去营运咱政府投资兴建的建设，时间到啊，是讲有啥物问题爱登记爱行的是啥物？政府投资兴建的建设，这个问题就是
啊，行去即个2楼甲4楼，就是咱即马争议，咱有纠纷的即个所在是谁起的？就是net起的嘛。啊，本来政府打起即个1楼顶悬的1楼，啊，甲下骹的B1甲 B4嘛，地下1楼甲4楼即个部分出来讲，含大致签约嘛，讲含你营运。啊，尾啊要行的时阵，伊嘛伫迄9月25号。上换嘛，9月25号伊就知影有3款的问题，事实上应该是搁较早啦，因为就是2019年的时阵，谢市长就有去找那头的董事长嘛，含迄个伊的阿姑，就是台玻的董事长安尼。啊去找的时阵，如果伊若知影讲即个，伊若迄阵有认为讲即个物件就是大日的，伊应该去找大日啊，伊哪会来找那头？所以应该是之前就知影即件代志啊，所以伊就知影讲即个2楼甲4楼有即个问题，是毋是就先爱处理即个问题？因为迄阵正经签的 OT 案，就是政府交互你的，就是地下1楼甲4楼，啊个顶悬的1楼，啊2楼到4楼是net，即马net提出相关的证据，讲全部拢是我出资兴建的嘛，啊即个所在就是有即摆纠纷所在啦。对啊，是，这我来请那议员哦一并来回答。我一定爱好我补充的大家了解来，请。这就是民间BOT 加 OT 的促产法大概真侪种啦。县市政府较接推动的就是 BOT、ROT 加 OT， 我来说明一下吼。BOT 啊，就是政府出土地，政府土地，互你家己去兴建经营，时间到，政府。经营权拢是市政委，我举2个例，大家拢知。台北101啊，就是台北市政府出产案，签70年，宏国建设标的，我甲大家报告，101大楼地上物啊，70年了后，产权就是台北市政府的，不是宏国建设。搁一个恁知，远雄大巨蛋嘛是台北市的出产案，40年了后，那个大巨蛋的整个硬体。就是台北市政府的，这里面去编，这个叫 BOT。那我们基隆市政府东岸是属于 ROT。ROT 是啥 ？ROT 就是用建物周列物件，在土地上本身就有建物啦，但是同意你可以在建物上增建，这叫 ROT。所以东岸商场本来是1年，所以 ROT 了后，我们就同意啊，那个大日啊，向上盖4层楼，议会嘛同意。这有讨论啦吼，OT 就是对啊，律师讲的 ，OT 就是讲建物现有的土地加建物租给你，你不能给我动建筑物，你不能增建啦，你只能就现况去经营。是这3项我讲出了，大家就清楚啊。好来，这问题真多啦，这始作俑者我们要回过来检讨。如果这样子检讨下去的话，我是直接林佑昌嘛，我的好朋友，我也感觉做得真好。那如果要这样讨论下去，火就要烧到他身上了。当初林佑昌是用 OT 案去招标，大日停车场标到的时阵，当时是签 OT 案，律师都好讲。那么大日确定跟 NET 合作之后，林佑昌政府马上用他的行政权转为 ROT 案，各位乡亲时代，安尼敢有道理？这个有司法性的问题哦，注意听哦。当初这个标案是 OT 案，是不能够增建、修建建筑物主体的。可是事后3、4个月了后，林佑昌就同意了业者大日开发公司的申请。迄阵时敢有经过恁议会同意？无，伊先该上议会啊，议会讨论足久的啊。议会有同意？你听我讲，议会当然无同意啊。有人讲要上检调，有人讲这坦白讲啦，你用 OT 案，然后用行政权转 ROT， 这个就失去公开招标的精神，公正嘛。你一开始来用 ROT， 我相信得标可能就不是大日停车，条件较好嘛，所以会使增建嘛。议员到上后尾并无通过吗？你听我讲啦，免急，不是啦，我无同意，时间有限啦。尾啊，议会要安怎？就行文财政部叫财政部改水，主管机关是财政部出产法，叫财政部回议会一个公文，尊重县市长的职权。就因为这样子啊，我们也说啊，为了和谐
啊，反正林右昌也是很用心呐。议员，你安尼讲袂使安尼讲呢，你以为你为着和谐，你即阵是为着和谐，我是尊重，你阵是和谐，啊，即马无和谐。尊重财政部的，这财政部主管机关嘛。啊，对啊。啊，主管机关讲尊重地方首长职权嘛。好，那个时候议会就决定说好了。就可以了，就由 OT 转 ROT， 这个大概是中华民国第一个案例。好，由 OT 案可以直接转 ROT 的。啊，拜哦，我甲各位省议员讲，你拢去甲市政府的要求，你用 OT 案标着了，你就去甲要求市政府。议员，你迄阵是有强烈反对到底无？阮是依法行政，阮是要求讲这一样是要求市长哦，我们不反对这个促参案，可是你用 OT 转 ROT 引起很大司法性。好，市长当然讲伊的啊。赞成的议员讲赞成啊，反对的议员讲反对啊。那最后呢，就是请财政部解释，不是最后是因为财政部行文下来了啊，中央就安尼讲啊，无里边啊要小拍嘛不好，那我们就尊重财政部的公文嘛，这段是事实啦。好 ，OK， 这是林右昌市长哦，他这个促参案，其实他做得很好，大家都肯定，但是这是第一个争议点。那么现在才知道有个第二个争议点，依规定。今仔日林右昌市长，在第一个契约期满要跟他续约之前，照例讲财产就要转给市政府，你不能跟他续第二个约嘛？那 K 写较清楚，咱甲大日是签3摆 K 哦，第一摆5年嘛，你互你拖啦，你第二摆要甲签这个3年的时阵啊，你就林右昌市长就要完成。产权的移转给市政府，这是市政府财产的，你若在坑的还阁是属于民间的。因为起的时阵，当然是出钱人申请嘛。因为你要起这4间厝的时阵，4站的时阵，对无？出钱人，你就爱去甲市政府申请建造执照。啊，所以参管当然是你的，但是依规定，契约规定，你是爱甲产权主动回给基隆市政府。可是在林右昌市长任内。没有完成，这阮过去拢唔知是今麦才知。我感动今仔日所有的纷纷扰扰，就是因为这个点。如果7年前，7年过去林右昌，那7年内任内，这个产权已经移转给市政府，就没有这个问题啊。今仔日问题点你的家啦，是大家搞清楚再来讨论。咱先停在遮吼，我吼这个中议员说讲者吼，因为照我的理解吼，我唔知对唔对吼，嘛请蔡律师来甲我指正，就是讲。ROT 也好 ，BOT 也好，那精神就是讲，因为钱是你起的，你用钱就去起的，在一定你有取得你利益了后，在某一个年限了后，我就要来取回，应该是安尼嘛。啊，所以伊这个 net 迄阵时投资2亿8,900几万还是安怎？还佫无到3亿。那么这5年、3年、2年了后，应该有完全balance吗？还是讲会当不管如何，反正我约结束了，我就爱甲摕回来。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在我来看啦吼，就准讲是安尼啦。你原来是爱尊重法院嘛，就准讲是安尼，你嘛要经过法院的定数，你才正式甲摕转来嘛。就准讲是好，我就照安尼看，时间到，这就算我，毋是人就已经去法院。去申诉，因为伊提出的理由，我就讲啊，民事的纠纷，这毋是阮外人有法度看得清、讲得清的。哦，你讲历史今仔日有伫的，历史有法度讲较清楚。但是对阮来讲，阮当然就是外人，所以你民事安那行，在阮来看，就是你着当法院判决了后，你市府你就讲，你主张就讲，本地就是安尼照企业来讲，就是安尼对，人即马企业已经摕去法院去啊。都已经跟法官讲，内底我有一寡我无同意的所在，安怎？既然是安尼，你就是好，等法院法官了后，你讲主张是你的，就是你的。那准讲你嘛知影，你嘛信心满满，讲我知影这一定是我的。好啊，你是安那无代无志，甲下一个厂商遐尼赶紧就签一个2月7日一定要开始履行契约的迄个时间点，你毋免安尼啊！你若9月、10月。11月，你就开始已经有发现到了后有这个问题，你先延嘛，你延一个2个月、3个月，你等你将所有这个代志拢处理好了后，你才清清气气将这个
商场交互新的厂商，是皆大欢喜，对大家来讲拢好嘛。你会当减少偌济纠纷。但是你毋是，你当着问题，即马市政府我认为市长毋是干那这个法律的问题是一趴，了后还佫有政治的问题。伊当着这个问题，伊讲家己讲无清楚，伊就开始讲人去对伊这表示意见，伊就讲这留言嘛要关掉啦，不是安怎啦，人变做讲我所谓甲你反对的人表示意见的人变做拢是机器人。那这是一个这样雪球越滚越大，本地一个简单尊重法律。代志都会真好顺利处理好的代志，偏偏伊就是爱家己去解说，家己想要去做法官。歹势哦，因为阮时间有限，我必须要留这时间互两位吼。这因为我小等还佫一个问题，就是讲5年、3年、2年，迄是顶节约。是安那一摆那一摆签20年。吼，这我小等还互大家来，但是我先请蔡律师。即摆内头的主张是讲当初即个。阮租的部分嘛是只有，歹势，阮和大日公司租的部分嘛是地上1楼和地下4，不，地下4层楼毋是，就是大日家己经营啦。阮是地上1楼的部分啦，所以后来阮嘛是家己就是去搁开用要3亿啦，是无甲3亿的部分是去经营这2到4，这个部分是，那就是主张讲，因为全部拢是阮出资的嘛，出钱的部分嘛，会当看起来是讲，即个2楼甲4楼有使用上甲结构上，伊就是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呐。2楼甲4楼嘛是拢有分割互一寡商户去做使用啊，出租嘛。所以即个部分是在伫个法律上啦，阮嘛内头迄边嘛是有提出相关的法院的判决。一寡司法的判决的前例，是毋是讲1、2个哦，是足侪个前例来主张即个产权啦。到回到着讲即个市政府即个部分，伊即马嘛是讲伊咧办嘛，伊咧办所有权，产权转移，伊咧办，所以即个部分是未办好嘛，未办好是谁下，袂当讲伊下啊。即个部分是伊搁伫办啊，为虾米就一定是伊下？一定是市政府下？即个部分是无法度理解的部分。但拄仔议员有讲到讲，即个伊应该爱先处理好，才来进行后壁的招商嘛。因为为虾米会变到2月1号遮尼急，嘛是市政府伊伫讲，因为我要赶，我要紧和新的厂商嘛。问题是伊含大日的即个 OT 合约内底，其实有定一条是讲爱有如果若有啥物状况，爱有6个月的处理时间。就算讲即个契约终止啊，伊嘛是会当互伊有6个月的处理时间，会当处理后壁遮个争议的问题嘛。毋过就是市政府这边是无安尼做啦。是，这我因为剩3分钟，我必须要来，对，来讲。你问我啥？我头下吼就是讲，这5年、3年、2年，是安怎互美方？有头有20年，加10年，才长。OK， 我给大家报告林佑昌在执行这个第一个出专案成功之后，他是签5+3+2是10年，那是因为在这之前，基隆市政府的基隆市政府的公共停车场管理自治条例规定，最高不得超过12年，所以林佑昌这个出专案才签10年。较早来20年，这两就20年啦，讲白啦。好，后来呢，这个案过了后，林佑昌市长很有信心他马上修改基隆市的这个自治条例，伊讲咱要用促参法，来放宽这个签约年限，这样厂商才会来投资。在议会讨论，我们赞成啊。可是当时林佑昌他们送进来的这个促参案的这个修改案是没有上限的。我就讨论足久啊，迄样你还袂做议员，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结果呢，就做成一个决议，最高30年为限，超过30年的案要再送议会来讨论。这起林佑昌在东岸促专案成功之后，他为了未来能够有更大的力量去吸收，所以这是议会通过嘛。所以谢国良伊即嘛嘛依这个自治条例来做啊。你讲签20年。
哦，来，大家看这个表啦。嘛有人你讲为什么签20年？嘿，哦，伊投资3亿外尔，为什么签20年？签20年是以林右昌做起定盖自治条例。哦，希望大家不要再有争议。过来，签20年有道理无？来，大家注意看，我证实个台南市啊，嘛一个停车场的 ROT 案，20年业者投资6650万。哦，高雄市嘛一个凹子底吼，停车场用地的营运转移案，这签50年，哦，业者投资4亿7500万。台中市嘛一个停车场的 BOT 案。签32年，业者投资3亿7800万，这上网拢看得到，所以这个契约依法处理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我必须要有公正来评判。我必须要有蔡律师说讲者，进来来。20年其实是法律规定的上限啦，啊，唔是一定爱好20年，20年是讲为什么爱这么长，是因为伊必须。